我也以为是鸡。大家知道天竺鼠怎么叫吗？好的，到了我们天竺叔叔说故事的时间了。那么呢，大家也知道，因为你们没有付太多钱，没有订阅 Premium， 所以就有广告，而且是没有办法跳过的。没错。那么今天的广告是什么呢？我突然想要 real 一下，每次演这段我都觉得好累，他们只要弹琴，然后我一直讲话，超累的。好了，广告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好可爱啊！就是我们狗才乐团的新 EP。好，它只要300块，里面有3首歌，大家今天已经听超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但是出去的时候还是顺手买一张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买了包你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样，但就是新的一年事事顺利这样。然后你要干嘛？他生气了，我讲的不够好，对不起，大家赶快买好不好？不然我等下回去被他打死。对，好，那么就是这样 EP 是我们今年的新作品啊。对，那就麻烦大家支持一下。那么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，大家知道狗狗说故事的时间要说什么故事吗？大家也知道吗？天竺鼠怎么叫的？5151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5151大冒险，有没有我们精美的封面，对，很赞，我们自己画的，但是这本书不卖，好累。好的，那我们准备要开始了。从前有一只爱吃咖喱的天竺鼠，它叫做姜黄粉。姜黄粉呢，一直有个困扰，就是身旁的人长得和它不太一样。它总是沿着恒河上下游来回的找，都找不到像它一样有着短短的手、毛茸茸身体的人。于是他出发去旅行，找和他一样的人。旅途中，他到了乌来，认识了泰雅族，也到过长白山，认识了高丽人。最后，他到了戈壁沙漠，望向一望无际的沙漠，姜黄粉哭了起来。这时，远方有一位旅人骑着骆驼，缓缓地过来。小子，你为什么在哭呢？我找不到和我长得一样的人。我游遍了世界各地，看过像你一样毛茸茸又有可爱小手的人哦。他们住在秘鲁，大家称他们为天竺鼠。最终，姜黄粉并没有前往秘鲁，而是回到了他的家乡，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就是最特别的那只天竺鼠。好一只勇敢的天竺鼠啊！不是他
Oh, carry my love.谢谢啊！虾米啊！好了，大家应该都有听清楚不要再天竺鼠的故事了吧？不要再讲我的坏话。